2009年，珊珊首创全新现代舞剧《舞动的山城》舞蹈晚会开始。好高兴啊！今天可以为大家来介绍一个现代的创作舞剧《舞动的山城》。《舞动的山城》呢，是由苗栗的一个珊珊舞艺坊所演出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舞剧的想法呢？因为我们珊珊舞艺坊全部都是苗栗地区的客家小女生，而且是现代的哦，专业的哦。在对苗栗这一个土地有一份情怀，有一份责任之下，我们就有了这么一个想法。那这舞动的山城呢，最主要我们是希望这几年来大家都知道我们苗栗发展得很好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喜欢我们苗栗，苗栗是一块好山、好水、好人情、好文化的地方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整个苗栗地区所有的特色，把它串联成一个舞剧。那这个舞剧呢，我们把它分成4个方向、4个单元。第一，大家都知道棒龙吗？不一定哦，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棒龙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棒龙它真的是我们苗栗所属的很难得的一个民俗。一个文化哟，所以我们第一幕就用我们苗栗独特的棒龙去做了一个舞剧。棒龙，大家想到的棒龙是什么啊？棒龙在电脑里找不到这个字，您知道吗？棒龙就是一个火，旁边一个旁边的旁，它在一个字典里边其实它是没有的。那什么叫做棒龙？大家可以想象吗？棒龙的意思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啊，我们不是会有舞龙舞狮吗？那也就是说，在最后一天舞龙完的时候，要把这个龙要返天的时候，必须要拿很多很多的鞭炮去炸它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当天的鞭炮是非常非常旺盛的话，就是代表新来的一年会更平安、更富贵。这就是棒龙的由来。那在我们在想构思这个舞的时候，我们就心里想说，那在剧场里边要如何把这个鞭炮带进去呢？它又会有危险性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没有放鞭炮下去的话，又失掉了棒龙的意义。你看，可真让我们伤透脑筋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，对啊，那我们舞蹈不是讲究的就是要创新、要全方位吗？所以我们就来了一个多媒体。我们这个舞呢，最主要是跟多媒体的一个结合。那在多媒体的结合之下呢，每一个人一想到棒龙，就会想到就是要舞龙，对不对？可是啊，您错了，你从开始你就看不到我们的龙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用了我们的巧思跟现代的科技做了一个结合，我们的龙头呢就不那么的具象，在观众的眼睛里边绕啊绕的。我们是用我们的肢体去告诉观众龙是怎么样的一回事。然后呢，我们在最后面的时候，我们运用了多媒体的方式，把我们的舞龙带出来，让大家可以感受到龙真的来了。然后呢，在最后面的地方，我们也是一样，结合了多媒体，我们用多媒体的方式，把很热闹的龙和很多很多的鞭炮，做了我们棒龙的结束。我们要演出的有点睛仪式和棒龙返天。过去客家人大都出外打拼，每到过年回家团聚之后，元宵节前3天就开始舞龙庆贺，希望神龙降福人间，更增添过年热闹的气氛。现在慢慢的演变成大家同乐的活动了。所谓棒龙，就是用鞭炮炸龙，炸得越旺，表示来年越能够风调雨顺、五谷丰收。舞龙、棒龙之前，必须要经过一个仪式，那就是点睛的仪式，才能赋予神龙的灵气，发挥驱邪纳吉、降福人间。迎龙
跟龙、舞龙、棒龙之后，还必须有一道手续是谢神化龙，要送神龙返天。客家人相信神龙所到的地方，必定能够带来吉祥平安，也因此打造龙的文化在苗栗，与南风炮、北天灯来齐名。现在就请您观赏珊珊武艺坊带来的表演。
传说有一位魔法师，他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可以掌控万物。他使苗栗县的土地转换成美丽的沃土，因此苗栗县拥有水果王国的美誉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有很多的产业，对吗？大家都知道苗栗有橘子啊，大家都知道的草莓啊。对了，我们就是用橘子、草莓很多的水果，用很可爱的方式，然后很童话的方式，我们就给它串联了一个叫做大地魔法师。你可以想象大地魔法师是什么吗？哦。那这个啊，就是小朋友最喜欢的巫婆，是巫婆魔法师，她来到了苗栗哦，她告诉我们苗栗说，我们苗栗可以有很好的橘子，
也可以也让我们知道苗栗有很可爱的草莓，好吃哦。那我们跳出来的感觉啊，就跟真正的草莓一样，这么可爱，这么好吃哎。苗栗县水源充沛，背山面水，气候宜人，果园林立，处处弥漫着水果香。传说有一位魔法师，他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可以掌控万物。他使苗栗县的土地转换成美丽的沃土，因此苗栗县拥有水果王国的美誉。珊珊吴一芳将这样美丽的画面以舞蹈呈现在您的眼前，让在座的嘉宾好像也置身果园当中，享受采果的乐趣。现在魔法师唤醒静止不动的水果精灵，将长出丰盛令人垂涎欲滴的水果。看似紅蘋果，我最愛吃 blueberry， 雪凍食也可，種種水果都可愛。你愛紅莓嗎？水果色彩多，媽媽切一大個。楊桃和青蘋果含幾多養分？提子和車厘子有幾多水分？拿果龍果來恐龍可會噴火？天天到水果，開心得多。水果，每種都可以醫肚餓，吃了這個紅蘋果會唱歌。水果，令我最近甜咗。水果款式多多，一天吃2份，醫生 good 快樂。你我兩臉也泛紅，看似紅蘋果。我最愛吃 blueberry， 雪凍食也可，種種水果都可愛。你愛紅莓嗎？水果色彩多，媽媽切一大個。楊桃和青蘋果含幾多養分？提子和車厘子有幾多水分？拿果龍果來恐龍可會噴火？天天到水果，開心得多。水果，每種都可以醫肚餓，吃了這個紅蘋果會唱歌。水果，令我最近甜咗。水果款式多多，一天吃2份，醫生 good 快樂。香蕉出名很飽肚，再有力踢波。西瓜得這麼解渴，喝了又唱歌。邊種水果最好奇？叫做奇異果。水果色彩多，爸爸買咗10個。甜
條加埋等於2份，提子和車厘子半杯即1份，檸檬提供維他命 C， 很喜歡水果，親水果，水果會長都可以醫肚餓，吃了這個紅蘋果會長個。水果令我最近甜咗，水果款式多多，一天吃2份，醫生 goodbye 水果會長都可以醫肚餓，吃了這個紅蘋果會長個。水果令世界亦甜咗，水果款式多多，一天吃2份，中午晚上，身壯力強，抵抗力強，身心都安妥。
大地魔法师除了告诉我们苗栗人，可以有很好的水果之外啊，我们也有很丰富的农产品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客家菜对吗？客家菜怎么做的啊？除了大肠炒姜丝之外，大家知道福菜汤吗？知道吼。好，福菜是怎么做成的？您知道吗？赶快来看一看哦。我们福菜呀，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可爱的小萝卜，小萝卜一个一个长出来以后呢，然后经过我们客家人独到的手法，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小萝卜的舞蹈，我们有了田园的风光，这是我们的第二幕。您知道吗？在排练的时候啊，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，因为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并没有告诉他是小萝卜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就是喜欢小朋友那种很天真的感觉，然后去把它扮成一个很可爱的小萝卜哦。现在要带你来到田园风光。苗栗县是农业的县份，
它拥有美丽的田园风光。这个时候，魔法师来到了田园里，把萝卜精灵点化，成长成一颗颗雪白的大萝卜。客家妇女勤俭朴实，她将设法让食物能保持长久，这样子才能维持一年四季食物的正常供给。于是，晒萝卜、腌萝卜、酱萝卜，以利食物的保存。珊珊武艺坊以舞蹈的意境，将客家妇女在田园忙碌采收萝卜、酱晒的忙碌气氛，孩子们在旁边嬉戏游乐的景象，以舞蹈的艺术展现淋漓尽致。
客家妇女勤俭朴实，她将设法让食物能保持长久，这样子才能维持一年四季食物的正常供给。于是，晒萝卜、腌萝卜、酱萝卜，以利食物的保存。
大家都知道桐花吗？没有人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这么多年来，很具代表性的客家人就是桐花。那这也是我们苗栗独到的哦。每个地方都有桐花，可是就只有苗栗才有桐花婚礼耶。那你看过漂亮的婚礼了吗？看过了。可是你一定没有看过很浪漫，在桐花公园里边举行的桐花婚礼，对不对？桐花婚礼呢，我们总共帮他做了6个很小的小品。在这6个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去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，您可以回想看看，当你很青涩的年轻的时候，恋爱的景象是怎么样呢？然后一步一步的牵着彼此的小手，走到了桐花公园，有桐花为您作证，举办了一个非常浪漫甜蜜的桐花婚礼。每年到了4、5月，是苗栗县油桐花盛开的季节，绿叶繁茂，雪白的油桐花，让您回味往昔客家经济的命脉。那么在早期，许多客家人把油桐花还有油桐花树作为经济的作物，所以油桐树与苗栗县客家人的渊源是深厚的。如今已经转型休闲娱乐，所以每到4、5月春夏交替，苗栗县境桐花盛开，仿如雪花片片覆盖着山头。置身桐树之间，举目相望，洁白的小花随风飞舞，踏上布满桐花的白色小径，隐约感觉到幸福洋溢，就好像油桐花在身旁绽放。5月雪这个美称，也就成了最美丽的客家文化的象征了。每年油桐花盛开的时候，也吸引100万人来参与，感受客家质朴热情的人文特色。珊珊武艺坊从一群小朋友成长的历程，到年少不是愁滋味儿，到青涩年代初尝酸甜恋爱的滋味，到求婚待嫁步入红毯的点滴心情，在油桐花的见证下展露无遗。在座的嘉宾，您在观赏之余，也能宛如进入油桐花如诗如画的意境里，带着满满的幸福回家。
趁现在，年轻岁月何必无奈，不要留白。阳光催我赶快，青春已是不再，逍遥自我起来，把那烦恼抛开，赤诚自己风采，爱我就趁现在，年轻岁月何必无奈，不要留白。阳光催我赶快，青春已是不再，逍遥自我起来，把那烦恼抛开，轻轻挥洒自己的色彩，年轻不要留白，年轻不要留白。像双人舞，你用微笑拉开布幕，我眨眼上你新歌里，只等待着前奏响起，令人兴奋的第一步，开始我们的双人舞，乐舞曲一步接一步，我们都那么投入。脚步轻轻的，歌曲轻轻哼，跌倒我们一起叫哎呦。脚步轻轻的，双手轻轻伸，就算跌倒眼神也要诚恳。在下一步往哪儿走？虽然有时会猜错，哦哦，不放手让错误最后变成高难度动作，脚步轻轻的，歌曲轻轻哼，跌倒我们一起叫哎呦。脚步轻轻的，双手轻轻伸，心中轻轻响起钟声。你喜欢旋转的舞步，我最爱优雅的弧度，有时快乐有时辛苦，用默契培养幸福，你的大意我的糊涂，扰乱了我们的脚步，我的温柔你的保护，让我们挽回错误。脚步轻轻的，歌曲轻轻哼，跌倒我们一起叫哎呦。脚步轻轻的，双手轻轻伸，就算跌倒眼神也要诚恳。在下一步往哪儿走？虽然有时会猜错，哦哦，不放手让错误最后变成高难度动作，脚步轻轻的，歌曲轻轻哼，跌倒我们一起叫哎呦。脚步轻轻的，双手轻轻伸，完美演出直到最后，我们交过一道门，有百个和好朋友们，你拥抱我不停旋转，在音乐最后给我轻轻的一个吻，轻轻的一个吻。
你双宿双飞多冲动，我的内心忽上忽下的阵阵悸动。昨天已是过去，明天更多回忆。今天你要嫁给我，今天你要嫁给我，今天你要嫁给我，今天你要嫁给我。每年到了4、5月，是苗栗县油桐花盛开的季节，绿叶繁茂，雪白的油桐花，让您回味往昔客家经济的命脉。那么，在早期，许多客家人把油桐花还有油桐花树作为经济的作物，所以油桐树与苗栗县客家人的渊源是深厚的。如今已经转型休闲娱乐，所以每到4、5月春夏交际，苗栗县境桐花盛开，仿如雪花片片覆盖着山头，置身桐树之间，举目相望，洁白的小花随风飞舞，踏上布满桐花的白色小径，隐约感觉到幸福洋溢，就好像油桐花在身旁召唤。5月雪这个美称，也就成了最美丽的客家文化的象征了。每年油桐花盛开的时候，也吸引100万人来参与，感受客家质朴热情的人文特色。珊珊武艺坊从一群小朋友成长的历程，到年少不是愁滋味儿，到青涩年代初尝酸甜恋爱的滋味，到求婚待嫁步入红毯的点滴心情，在油桐花的见证下展露无遗。在座的嘉宾，您在观赏之余，也能宛如进入油桐花如诗如画的意境里，带着满满的幸福回家。
纷争滴答滴答在心中，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，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悸动。我问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，我又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，我的内心忽上忽下地阵阵悸动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要不是每天的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要不是你问我，要不是你劝我，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要不是每天的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终于嫁给你了，要不是你问我，要不是你劝我，可是我就在这时候害怕惶恐。手机的游荡花，是阮要嫁你的梦仔西。飞伫空中的游荡花，是跳舞的假势。一生一世，阮对你说。飘伫空中的游荡花。是阮爱你欢喜的目屎，是玉山的春色，落伫涂骹的游荡花，是阿爸牵阮的手，交予你的誓言，是每年的5月生。一世人，你爱答应，阮要做你上水的新娘。游荡花新娘，有水水的目睭，陪你笑，陪你哭，陪你亲。新娘，游荡花新娘，有水水的目睭，陪你笑，陪你哭，陪你亲，欢喜做新娘。手机的游荡花，是阮要嫁你的梦仔西。飞伫空中的游荡花，是跳舞的假势。一生一世，阮对你说。飘伫空中的游荡花。
开游荡花，是阿爸牵阮的手，交予你的世界是每年的5月生。一世人，你爱答应，阮要做你上水的新娘。新娘有水水的目睭，陪你笑，陪你哭，陪你亲，欢喜做新娘。游荡花新娘有水
我飞越想念得到幸福，有爱丁堡来守护，把爱变成那里的宝物，从此爱就坚固。好想见你的冬天，我竟飞越了网路，降落古堡拥抱你，忘了零下几度。你住的小屋，亲眼目睹激动的想哭，月光的小路不在地图，变得好想读。那一幕，空姐排队从你当中亲吻我。另一幕，空荡教堂里头婚礼没神父。我飞越想念得到幸福，有爱丁堡来守护，把爱变成那里的宝物，从此爱就坚固。剧院很酷又超酷，写着这爱我们会同步，爱的城堡我想要居住，你要给我幸福。不停斗嘴的夏天，不知不觉又结束。爱听暴风很舒服，像你说话的温度。见面小礼物内容丰富，我开心细数。跨年的跳舞，烟火庆祝，把爱交清楚。那一幕，我们第一次牵着手过马路。另一幕，日落彩虹下约定着下一步。我飞越想念得到幸福，有爱丁堡来守护，把爱变成那里的宝物，从此爱就坚固。剧院很酷又超酷，写着这爱我们会同步，爱的城堡我想要居住，你要给我幸福。我飞越想念得到幸福，有爱丁堡来守护，把爱变成那里的宝物，从此爱就坚固。剧院很酷又超酷，写着这爱我们会同步，爱的城堡我想要居住，你要给我幸福。Yes! 不停斗嘴的夏天，不知不觉又结束。爱听暴风很舒服，像你说话的温度。见面小礼物内容丰富，我开心细数。跨年的跳舞，烟火庆祝，把爱交清楚。那一幕，我们第一次牵着手过马路。另一幕，日落彩虹下约定着下一步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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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爱丁堡来守护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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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从此爱就坚固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爱丁堡来守护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从此爱就坚固。
我说，手牵手，跟我一起走，过着安定的生活。昨天已来不及，明天就会可惜。今天你要嫁给我，听我说，手牵手，我们一起走，把你一生交给我。昨天不要回头，明天要到白首，今天你要嫁给我，听我说，手牵手，一路到尽头，把你一生交给我。昨天已是过去，明天更多回忆，今天你要嫁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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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接下来更是所有人都不知道，可是你一定要知道的是什么啊？你知不知道我们苗栗的县花是什么？可以猜得出来吗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我们苗栗的县花就是桂花，非常清香的一个桂花，对不对？轻轻的，细细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用桂花这么一个主题，把桂花的清香、宜人跟苗栗的农产品跟文化做一个结合，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很温馨的谢幕舞。谢谢大家。第四幕桂花，月宫四桂子，奖赏善人家，福高桂树碧，寿高满树花。桂花是苗栗县的县花，代表着吉祥富贵。珊珊舞于一房，将舞蹈的元素融入桂花最高的意境，呈现给在座的嘉宾，希望为您带来吉祥如意。
谢幕。为了表达各位嘉宾您的支持鼓励335艺坊所有演出的朋友们将一一出场向大家致意。现在出场的是水果嘉年华的葡萄小朋友，向在座的嘉宾、家长、小朋友致最高的谢意。谢谢您的支持，谢谢您的鼓励。手举高高，谢谢大家。接着出场的是水果嘉年华草莓小朋友，现在要向在场的嘉宾致上最高的谢意。谢谢您的支持和鼓励。手举高高，谢谢大家。接着出场的是水果嘉年华橘子小朋友，在这儿向在座的嘉宾致上最高最诚挚的谢意。谢谢您的支持、加油和鼓励。手举高高，谢谢大家！手举高高，谢谢大家！接着是田园风光葡萄小朋友，在这儿也要向在座的嘉宾致上他最高的谢意。谢谢各位嘉宾对他的支持和鼓励。手举高高，谢谢大家！接着出场的是田园风光、勤劳朴实的客家妇女，这些小朋友要在这儿向在座的嘉宾致上最高的谢意。谢谢您的鼓励，谢谢您的支持。手举高高，谢谢大家！接着出场的是我们同花婚礼的年轻一世代的大朋友，在这儿向在座的嘉宾致上他最高的谢意。谢谢您的鼓励，谢谢您的支持。手举高高，谢谢大家！手举高高，谢谢大家！接着是同花婚礼的青年朋友，要向在座的嘉宾致上最高的谢意。谢谢您对他们的支持和鼓励。
举高高，谢谢大家。手举高高，谢谢大家。现在出场的是红花婚礼的准新娘，向在座的嘉宾致上最高的谢意，谢谢您的支持，谢谢您的鼓励。手举高高，谢谢大家。接着是在童花婚礼当中最活泼、最快乐的小花童，在这儿向在座的嘉宾致上他最高的谢意。谢谢在座的嘉宾给他们的鼓励和支持。手举高高，谢谢大家。现在是由全体所有演出的学员，同时由优秀的师资群老师带领着所有的演出学员，在这儿向在座的嘉宾、家长和小朋友致上最高的谢意，谢谢您的支持，谢谢您的鼓励，我们更欢迎您能加入我们的行列。手举高高，谢谢大家。起舞，姗姗天使翩翩起舞。珊珊舞艺坊首创全新现代的舞剧《舞动的山城》，能有今天那么优秀的成果，我们特别要谢谢我们的行政团队的努力、沟通协调，还有优秀老师用心的指导。现在我们要一一的请他们出场，希望我们在座的嘉宾给予他们掌声、鼓励、打气、加油，相信他们会更加卖力，为培育我们舞蹈明日之星而努力。首先，我们要介绍的是行政团队的曾淑敏小姐出场。曾小姐这1年多来非常的辛苦。接着要介绍的是行政团队的黄丽芳小姐。谢谢您1年来那么多努力辛苦。接着要介绍的是陈玉芳小姐。现在陈玉芳小姐向在座的嘉宾打招呼。接着介绍的是行政团队的于秀兰小姐。好，接着我们要一一介绍我们的优秀的师资群，有国立台湾艺术舞蹈系的钟银珍老师，台湾科技大学舞蹈系的江巧媛老师，国立台湾体育大学舞蹈系的陈品秀老师，国立台湾体育大学体育学硕士舞蹈教育组的李怡珍老师，台南女子技术学院舞蹈系的谢凤伦老师，文化大学舞蹈系的李苑慈老师，
文化大学舞蹈系的林慧晶老师，台南家专舞蹈系的曾奇玉老师，还有我们33舞艺房负责人，国立台湾艺术学院舞蹈系，今年也刚拿到硕士学位的傅玉琴老师。各位家庭、各位家长和小朋友，今天33舞艺坊首创全新现代舞剧《舞动的山城》舞蹈晚会到这儿圆满结束，谢谢您的莅临观赏，更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行列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33舞艺坊苗栗班在苗栗市金武街16号，电话337318。公馆班在公馆大同路193号2楼，电话是232-429。我们在这儿由衷的祝福大家阖家平安、幸福快乐。我们明年再见。像双人舞，你用微笑拉开布幕，我眨眼上你新歌里，只等待着前奏响起，令人兴奋的第一步，开始我们的双人舞，乐舞曲一步接一步，我们跌倒，我们一起叫哎呦！脚步轻轻的，双手轻轻伸，就算跌倒，眼神也要诚恳。在下一步往哪儿走？虽然有时会猜错，哦哦，不放手，让错误最后变成高难度动作。脚步轻歌曲轻轻哼，跌倒我们一起叫哎呦，脚步轻。